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咱今仔要介绍的是社会局吼，要讲的主题是咱安养中心啊，有一寡吼这个养护中心、社会福利机构吼，因做这个防灾演练吼。那么咱进前的这个节目当中吼，咱有讲到哦，即马咱的社会呢已经渐渐吼进入这个超高龄的这个社会啦吼。那么对着咱一寡长辈因的照顾，当然即马咱市长吼黄伟哲伊是不遗余力。加认真来执行一寡这个政策啦。那么咱前礼拜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咱有讲到就是讲比如讲咱对着一个居家照顾啊对着因的这个辅具的这个要安那去申请这个补助啊，是讲咱这个环境当中的这个无障碍要安那向咱的社会局来申请这个补助。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咱有甲咱的乡亲朋友来做介绍那么咱今仔日要讲的这个部分呢，是针对有这个安养中心啊，是讲咱的这个养护中心这个社会福利机构呢，因就是讲，伫这个长辈这个照顾当中当然咱的这个市政府嘛是做认真咧，甲因监督但是呢咱最近可能有当时咧听过讲一寡养护中心啊，是讲安养中心伫这个当中有当时可能是内底发生一寡这个临时的这个天然灾害比如讲地震啦，还是讲水灾啦，还是讲火烧啦，那么这种的情形若是发生的时候，有当时这个这个照顾者咧，因为因拢是针对这个这个老大人因的这个照顾有当时这个这个天然灾害一发生的时候，哇，以前没有发生过突然间发生有当时呢，他们有当时有可能不太能够马上去应变啦那么讲到这部分呢，咱市政府咱社会局呢，因嘛有发现讲，在这个当中可能需要甲因做训练。所以咱伫7月份的时阵咱有对着这社福机构呢，因做一个防灾的演练那么这个防灾演练到底伊的内容是虾米货咱做这个防灾的演练呢，伊较积极的这个态度是虾米货咱今仔特别邀请咱社会局长陈荣之陈局长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做一个说明局长你好。婉婉你好。电视机前的这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社会局陈局长陈永基。是，那么好多咱咧讲到这就是讲咱长辈的这个照顾啦当然对着咱家庭内底这个照顾，咱进前的这个当中咱有讲嘛那么今嘛就是讲有一寡许大人咱甲送去到这个安养中心啊，是讲养护中心啊那么在这个当中我知影讲咱社会局一向也是对着这社福机构因做这个监督也是不遗余力那么在这个当中当时有一寡突发的这个状况突发的状况就是好多咱有讲到，比如抗力事件像地震啦还是讲像这水灾啦还是讲像有一个火灾发生当然这个天然灾害都不是咱希望发生的啦但是虽然是咱今麦咧讲的是讲天然灾害，就是讲它唔知什么时阵要发生我们不知道那么在这个当中那咱局长这边咱也知影讲拢伫这方面，希望讲加强因的这个安养中心啊，是讲这照顾者这照护员因伫这方面会当那发生的时阵去因应来算讲互因减轻。较少咱像咱市长讲的希望讲这个天然灾害发生的时阵，会当降低上介低的这个灾害啦互因的大家让安安全全啦那么在这个部分，我想咱先来甲咱局长请教，就是讲咱即马目前咱台南市的这个安养中心，还是讲咱这养护中心的一寡这个一大概这状况，好不好？是好，多谢婉婉这个其实咱社会局内底呢，有分做住宿型到非住宿型的这机构。比如住宿型的、非住宿型的，比如托婴中心啦，托育家园啦，还是家庭托育啦等等，这都非住宿型的。咱即马较重点的部分是回转来住宿型的部分。住宿型的部分，咱台南市的机构拢总有142间。142间，老人机构啦有114间。教养机构呢就是25间。个这个儿少机构3间，拢有142间。这个老人机构内底呢，
咱有包括着这分配伫咱各区内底，各区内底有包括山区，包括海边啊，有平地，因为因分布在各区嘛。其实这个整个来讲吼，咱对整个这个安全性的，像早期的时候，咱今年这时这个冠状病毒的时候，嘛是咱嘛去注意安全。对，那个也是一种安全发生几种吼及时的这种因应应变所以你若讲灾害的部分，咱嘛是爱去思考着安全性的问题，因为你伫咧机构内底这样的长辈吼，实际上会伫遐的长辈拢需要，大部分拢需要适应的。对，有些可以半自主的，但是半自主当然伊会惊会煞，这无问题啦。但是问题是。伊嘛无法度像正常人安尼遮灵活运动，是所以伊即个机构内底，咱特别要去注意着讲，若万不有啥物灾害的时阵，咱要做事先防范，这最重要。因为咱看报纸嘛，有最近嘛，昨嘛有强在要发生一寡代志，像台北市立的医院的护理之家，迄嘛是嘛，桃园嘛有嘛，屏东嘛有嘛，甚至咱台南咱家己遮较早北门遐嘛发生嘛，北门医院嘛，北门医院迄时都分起来，哎呀人袂叮当，照常老分起来，咱会怎样走煞？对，哎呀，都底下无法度就是到最后呛伤了，甚至呛死了。我目睭金人上无法度啊，都袂听袂当。伊知影讲，我来啊，无法度他自己无能为力。对啊，所以如若机构内底若发生一寡代志，总会去讲烟灾火灾嘛。咱即摆。将来水灾来、风灾，你就知5、6月就是梅雨季节，7月到9月，对，这拢是台风季节啊。对，这几摆，暴雨暴潮，伫倒伊嘛唔知咧。今仔咱伫咧山区，山区当时嘛会积水咧，对，唔是山区就袂积水啊。对，所以他如果一发生灾害时，伊安全性伫倒位。咱要安怎去做紧急应变？这就是爱有一个前置的作业啦。这前置的作业，当然，这个机构发生这物件时，咱若告诉有事先的应变的这训练，还是有一个应变的这团队。就是灾害就降低了。嘿，灾害降低，可以超前部署。对。咱把灾害台风来，咱安怎风灾来啊？会旱成水，大雨来啊。即摆咱这机构内底，然后咱这工作人员就有一个预警效果。对。安尼等下首先去做一个防范。咱像讲，咱平时啊，有做这个地震的防灾的资讯啊，是讲做迄个火灾啦，但是咱一般正常人上起码可以当走啦，但是针对着这安养中心的这老大人来讲毕竟这照顾员因做大的负担，因为因一个人可能爱。负责不来的人迄个当中若无一个，若无一个应变的能力足好的话说实在的，有时候这个遗憾就会产生啦那么他都话咱局长有讲到啊，比如讲几当前咱的北门的这个北医的这个发生啦是不是请局长来给咱讲一个案例啦那么这个案例就是讲，伊发生的时阵呢，他们怎么处理啦事后我们市政府跟安那敢做这个辅导。我比一个例好啊，在88风灾的时阵咱嘛到起来了一间清心园养护中心因为雨咧落的时阵，咱嘛无想到都伫天风旁边迄个所在，搁积水起来，积水起来时，咱会去预警到，因为咱的因为平常时都有咧训练啦，还是讲我们当初是要求机构每年都要2次的自助演练，就是讲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但是你们讲做甲讲就安怎样？但是最起码我们要做到让怎么样？第一个，让我们工作人员有提高警觉性。对。这个来这要求要做一个自卫的编组。伊编组的时候，阮要求就是讲，伊负责人一定要担任这个组长。就是讲，因为你这个代志发生的时候，你负责人袂使伫外口啊。对。你也知影风灾若雨来的时候，你爱知影。你爱踮遐做指挥官。爱去你的这个机构遐去驻守啊。无你有啥物代志，你无能直接去处理。你讲第一，饮水若小可咧饮的时候，还是讲有淹水的趋向，还是讲咱的这个河水的水位达到警戒位置的时候，咱水利局的警戒位置发布的警戒危险嘛，迄阵咱都要提高警觉。我们得要开始，你要想到我们要安怎走啊？对。所以他除了自助以外呢，还是要做什么呀？要跟相互机构之间的相互连结。因为
有的老长辈呢，你唔是甲刷去伫咱的一般的收容所，还是讲刷去伫对会当的，有当伊需要一寡设施设备。对。所以你必须要跟有相关的周边的机构去做连结。第一个要有小组，第二个要有自我演练，第三个要有咱的这个相互机构的连结，包括的比如讲我临时发生什么代志，我从这个机构会移到那个甲机构，移到协力的乙机构。或者是有契约的医院，去透过这个物件，你也当去透过这个物件去做连结。所以刚才像邻居咧守望相助，因为大家拢互相知影讲这个需求嘛，互相伸出援手。平常有可能你是需要，明仔载我需要，大家互相帮忙把这个从个的目的就是讲，咱要把灾害这个伤害损失到最低。我知影讲吼，咱局长咧好多咧讲的888风灾，迄个时阵应该是台南县市还没合并啊。迄个时阵是台南县。我那时候台南市我社会局局长。你嘛是迄个时阵社会局长，所以吼，咱市长吼这个慧眼识英雄吼。知影讲咱的局长吼有这样丰富的这个经验，必须哈可以哈，袂使迄个。这个要重出江湖啦，吼，咱的局长去发挥伊的这个专长啊，哈。那么咱好拄啊咧讲到这就是讲一寡案例啦，哈，还有其他的，还有其他的案例吗？这个部分吼，其实案例也蛮多的啦，蛮多的啊。比如讲，咱头拄讲的是安养机构嘛，头拄咱有讲到20几个、23个、25个。25个迄个养护，咱的教养机构，咱教养机构的时阵，咱变成讲，咱那时候咱迄个较强，最近发生的，伫这个五甲教养院，桂林五甲，关庙五甲教养院，关庙，嘿，伊教养院都伫对，因为设伫这较低洼的地方，每次如果风灾来，我迄阵。做一个电话时，我第一个敲电话讲，拜托啊，你准备一下，准备一下，先疏散。因为伊伫桂林迄个六甲机场遮有那一个旧的所在嘛，但因后发生这代志，伊就那危险，伊就先刷过迄边地势较悬。即摆新的五甲教养院这边呢较低，较低时若变成来变一条大沟，变成大沟若漫出来，就开始压悬啊。压悬的是，伊迄阵是1楼的尔，无当刷，无当刷，无当刷。你叫迄这个教养院的医生，那有可能啊？对啊。我搁一个报来，搁较严重。所以伊要先刷。即摆像我就甲辅导讲，伊要把它重新找一间，把它调整的，变成气管的。比如去。有楼顶、那3楼，你最基本，你都会当垂直疏散啊，对，垂直疏散，你唔免赶紧给他刷，所以有些的部分呢，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这种机构的格局的时候，咱就会当想讲要求讲，无你来做一个垂直，有申请起，迄种起的时候嘛，因为地貌的关系用袂好势，但是无起袂使啊，我就到尾了，经过各方面的协调，我都听起起来，所以说现在，然后灾害了，我就较袂晓烦恼，无困袂去咧。所以，局长对的这安养中心，伊每一个安养中心有啥物问题哈？其实局长是了若指掌啦哈，就是迄个时阵就已经有超前部署了哈。你要先讲，你可能哈有可能发生这种问题哈。那袂使讲单单问题发生的时候他来处理这种事情哈，这个关系到生命啊哈，关系到安全哦，所以哈，咱局长伫这部分哦，他很细心哦，伫咧进前咱都已经做好哈，这一关哈，这规划好一关哈，这个灾害不要发生了哈，不要说降低啦，是不要让它发生。这个是重要啊！有足侪就是讲，像我们这种像机构自己每年都要上半年、下半年2次的自我演练嘛，但是这个物件讲，咱社会局这边、起户这边，他每年嘛要办一次大型的防灾演练，就是示范的。一就是请来，你像我们最近嘛，伫龙崎教养院，为什么选择龙崎教养院？因为伊伫山谷，有土石流。土石流人员为所以有可能土石流潜在区啊，所以你已经超前部署，先想开可能对。那么咱选伫这个所在，就是你讲的，因为是迄个
土石流，这个山区的部分嘛，哈。那么是不是嘛？给咱介绍一下哈，那一天的那个这个防灾的一寡演练的一寡哈流程啊，是讲哈一寡内容，好不好？好，其实我用107年好了，107年我们是在普梯林教养院，在柳营小卡推啊，遐演练的时阵吼，遐就是我们迄阵我较偏枯嘛，所以用夜间式的演练。你不是讲你是发生会啊嘛发生啊，夜间式的演练。啊，另外就是咱的这个安平区加绿园，就古年的绿园遐有大型的哦疏散。啊，今年。这底下龙崎教养院，龙崎教养院就是以山区有潜在性的土石流潜在前市区。咱用这些，第一就是咱爱个村哥流发生这代志的时，以它不是单一面向，它必须要有它的疏散。撤离的部分，还有安全性的一些准备工作。就是讲安全性准备工作呢，第一个我们在这个，因为咱有100几个咱机构的人来，37区的这区里拢有派人来，咱的小围可拢派人来，啊个100几个咱的机构的这负责人、工作人员拢来。第一，阮就先做沙盘推演，就是讲这个物件，那发生这类似像这种，咱爱安那样来做下工作，它的。怎么样子的一个策略的策进作为，大家来讲哦，反不若讲，不是讲伊遐就无就卖，而是讲咱有一个概念，以后呢在处理事情上的话就会有概念。对，我们现在其实演练就是让一个预警的效果，一个提醒，还有个概念。对，因为哈，你有当时向发生的时候，你人的迄个乱气，迄个嘿，对，迄阵啊就哇紧张一下吼，什么话拢唔知影去啊。但是咱有做这个演练，至少吼，伫迄个脑海内底有一寡吼资讯，吼，有一寡资讯，那是讲吼一寡吼，可能可以怎么做啊？无拢没有资料啊！你当发生的时候，哇，真正都难讲去啊！处理啊嘞！所以人家训练的时阵，可能就是会当帮助伊啦吼。先做沙盘推演，沙盘推演对，太远料，我们在第二步的话就是疏散嘛。疏散怎么样？那疏散的部分有包括的，要包括咱的警政、民政、警政。警察局、消防都来嘛，个包括的事业体、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就包括咱的自来水厂、自来水公司，哇，电力公司，哎呦，你拿电费拿小可那什么还是来当抢救啊吼，也要讲究，还有包括那个中华电信、通讯，还有我弄纳入我们的整体的一个演练的范围之内。透过这个部分的话呢，因为咱。小的就是咱起护者是大型的嘛，大型的话，它需要做一个整体的话，包括如果小型机构来对内部的自卫演练的话，自我演练的话，自主演练 OK 啊，没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咱得要这个概念和大家，就它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周边的连结单位都是我们的资源。发生代志的时候，就简单的是讲要求他们的做法一个先自助。第一个时间饮水啊，你不讲我，你是要先自己先处理嘛。对。自助，然后再找头多共协力单位，再找互助，对，互相互助，再来就是公部门的融入注入。所以迄个物件，当然公部门我讲那3个顺序，不是公部门最后才进去啦，就公部门也会进去，但是就是同一瞬间里面，要这3个同一时间启动，安内群在整个在这个救灾应变上会比较完整。那么就是讲哈，咱主要讲这个演练呐，哈，就是讲防灾演练以外，咱平常时啊对着这些照顾员哈，咱敢有做什么教育训练？在平常时啊，我们要求是自助训练、自助演练的时候，就他就是实物的操作，前面就是他就是要做一个研习的课程，就是相互搭配。然后基本上我们会要求他是这样做的。这都如果透过我们那个平常的一个业务的一些考核督导，我们弄觉得每年对机构我们都有一个辅导机制嘛，就是讲。辅导查核跟一个评鉴查核，那我们平常的时候就辅导查核，就讲那辅导我们是讲要扣分啊、判分什么都没有，就是所谓辅导性的一个查核。如果年度的话，当然就机构好坏，我们就会用机构评鉴嘛。你评鉴的话，就会把这个列入我们。所以这防灾嘛是评鉴的一部分。一部分哦。哎呀，这最重要。我那无这个部分，因为就是说。
萝卜跟棍子。对，萝卜跟棍子。卡罗话讲的评鉴啊，吼，当然吼，我咧想，咱一寡民众吼，要甲许大人送去这个安养中心，还是讲这养护机构啦，吼，拢希望讲吼，咱送去是上介好的吼，上介优良的吼。那么，但是因为咱民众他们都不是专家啦，吼，有时候去的时候看也不知道从哪里看啊，这个地方到底好不好啦，吼。那么当然就是靠咱社会局的监督哈，还是讲吼评鉴哈。那么是不是啊？透过咱今天的这个机会哈，互咱的民众知影。讲，我们这个社会局哈，对着这安养院啊、养护中心这些社会机构，因为评鉴的时候，到底你的标准是什么？感谢我提出这个较好的这个讲法哈。我们评鉴里面包括他的照顾，还有包括它的里面的设施设备，好，这些拢爱个去，包括他们的设施设备以外，还有包括他们日常的生活，就是包括厨房诶，厨房嘛爱去巡啊。对啦。啊个伊诶物件，伊遐物件，有我买些我也个查验一下，你诶物件有过期无？啊，你每天的用餐的时候，你有没有把这些食材爱收起来冷藏？万一隔天再销毁，无的时嘛，不然有啥物问题时，我没有办法去从食物里面去做一个检验，好像这个部分，所以说在整个照顾品质上，包括它的食物生活上，好，还有包括难道防灾的部分的话，这个部分全部都会纳入我们的整个评鉴的系统，就是这样评鉴出来才会有完整性。评鉴的部分，我不是由社会局来评鉴，我们去委托专家学者到机构里面去，根据他的资料去看，好，书面资料去书面审核，然后还要在我们这个机构里面去做环境的检查，无障碍设施设备啊，包括他的厨房，包括了生活管理各方面去做比对，比对完以后确认是它是优质的，然后我们每年会在这个社会局的网站里面，它会公布出来。大家如果说家里面认为说哪些机构是好坏，那我们可以到社会局网站这个部分去看一下，因为经常都会足侪人嘛甲问讲，就这样这间倒一间较好，你问我提供我倒一间较好，我你来，我跟你讲，你去网站遐顶面去看，看了你之后看了你嘛爱去现场去看一下，去实际去了解，看遐人去讲一个话，谈一个，看因的大家服务态度安怎，你就会感觉。今仔我总讲我个评鉴袂歹，因为无法度足完整的时候，比如内底有一半个伊请的人啊啥，你感觉无满意，嘛是可以去做一个自我的评断。我互你评鉴是互你6成7成，就是给他一个参考啦，有一个参考的值，然后你较个家己实际去看哈，看你看到的感受，然后才去评估哈，你倒一间较需要，较是你所要选择的啦哈。那么咱评鉴差不多偌久做一届啊？评鉴的话，现在是2年1次，2年1次，2年1次的这个时间就是够，就是那是讲因评鉴没有通过，那没有通过的话，它分为甲等、乙等嘛。如果是丙等的话，甲等以后你就要辅导改善啦。甲等没问题啊，优等、甲等都没问题嘛。那乙等的话你就要警惕了。如果丙等的话，我们就要去辅导他。如果说限期改善，如果限期没办法改善，可能就被我们停业。这个很严重哦。这个蛮关系到他的生死存亡。对，所以当然是给的优等，那是上好的嘛。因为这个等次拢伫这网站先观看会到，人家民众直接去看你这优等，这甲等恁这乙等乙等你还去考虑市场自由机制对，所以那个人自然你。讲较白就是你的生意一定无好的嘛吼，所以大家嘛是希望讲要求他伫的这个标准内当通过咱社会局的这个评鉴伫咱社会局的这个标准内底是上介好的。那么这对着应该伫这个做这个安养中心，这嘛是相当有感啦而且上直接的就是讲伊的生意会较好啦了，丙等的可能就会遭受到停业处分了，因为要限期改善，要辅导改善。当然你也请全力来改善啦。如果再不改善的话，可能就会被勒令停业了。是，那么
未来啦吼，咱对着这安养中心、养护中心，我感觉即摆时代吼在改变啦吼。以前大概20-30年前吼，你讲要叫人去住安养中心、养护中心，可能大家都很排斥啦吼。不好。对，但是因为即摆社会的这个需求吼，双薪家庭这么多啦吼，啊个有当时啊家庭啊个照顾囡仔，啊个教个其他的人吼，啊对着这是大人啦，是讲失能，当然吼，伊去到这安养中心啊，去到这养护中心，这是专业吼，无定定呢，佮比你咧厝内底家己照顾更较好哦，因为咱伫厝内底咧照顾的时候没有办法那么专业啦吼。去到安养中心也是去讲这个安养院的话哈，那么因去啊照顾是接受的这专业的这个照顾啦吼。那么咱市政府啦，咱社会局对着这安养院啊、养护中心啊、这养护机构吼，未来咱有啥物新的一寡远程的这个规划，还是讲有一寡这个想法？其实吼。这个机构的部分呢，我们希望说它能够在地化，在地化的话，尽量啊，咱会当互这个长辈呢，伫咱的徛个囡仔徛个附近，啊对，这是一种的期待啦。当然啦，你有诶囝儿是谁，可能爱去外口去食头路嘛，哦，还是生活问题，这嘛袂当伤怪。但是我直接要甲各位这观众朋友来呼吁，就是讲，哪假使安尼。囝儿是谁爱抢在去甲看？对，嘿，这是真一个分的小好德啦吼。你要看嘛较方便。嘿啊，尤其咱年纪遮济，遮长辈年纪遮济，伊希望是咱多看看跟小孩家己的囝儿是谁，还是做孙啊，啊斗阵一下。伊嘛较袂互感觉有放肆的迄种。对，啊，这多一份疗愈啦，多一份疗愈啦。啊，所以我是建议讲。啊，会当的人吼，啊尽量啦，事业上虽然拍拼，但是嘛是爱尽一份心哦，有当时甲阿妈、妈妈长辈放伫遐，咱虽然因为咱的需要有关系，但是咱会当尽量去甲因看顾一下，啊去甲伊看一下，啊互伊安慰一下。我讲这是咱应该爱做的工课啦，吼，这是我一只甲各位这主题吼，啊甲因呼吁吼，这是足重要。就是希望讲咱吼伫个。无奈这个状况之下吼，咱甲这个是大人送去吼，这个安养中心还是讲吼养护中心哦，当然这是咱是讲就是也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哦。但是为着要互咱的这个是大人得到更较好的这个照顾吼，咱甲伊送去到这个安养中心吼，啊是讲这个养护中心的时阵，当然是互伊望讲，因伫这个所在得到的是专业啊，但是伫这个所在虽然得到伊的专业吼，但是伫这个心情上的照顾吼，总是最重要，因为咱的健康包括生理啊、心理，这嘛是一种健康的标准啦吼。啊，去到迄个所在，虽然生理上受到很好的这个效果，但是伫心理上还是缺陷。对，他有时候心理也会影响到生理嘛吼。啊，所以呢，这个心理上，咱若是讲吼，时代啦，咱的这个囝儿是谁时常有时间去看一个，还是透过视讯。对，即么足方便嘛，手机啊用的，互咱遮迄个机构甲咱斗相共一下。你像咱有足侪机构，这期的这个冠状病毒了，咱就停止去访客，吼，暂停访客。对，吼啊，但是当然啦，咱前头节目内底有讲过，伊若需要，咱咪一个空气流通的所在访客。但是咱咪做视讯啊。对。吼，你甲视讯咱是不时拢会使。对啊，你看到人伊就欢喜啊。你有当时啊，你讲啊，我今仔日上班无时间通去看，哦，可能一礼拜拢咧上班，无时间通去遐看，啊，可能爱拜六礼拜还当去，但是呢，因为咱视讯的关系，咱抽个5分钟、3分钟来视讯，对，随时刻刻啦。哦，咱的这个时段袂感觉讲吼，伊去用放肆啦啦。那么咱今仔讲感谢咱社会局咱陈荣之局长来甲咱讲了这安养院哈，甲有咱养护中心哈，诶，这个防灾演练哈。那么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我是婉婉哈，咱台南向前行，下次见。